上果，此果报成熟在外境上，造杀生恶业者，转生在环境不愉美、深谷险地的一些生命的地方。那么这个呢，就是主要是讲的就是环境啊。造不与去恶业者，转生于庄稼长树干旱冰雹、树木不结果实、经常发生饥荒的地方。造邪淫恶业者，转生于粪坑、淤泥等不愿意之处。造妄语之业恶业者，转生于财富不稳固，并且经常遇到恐怖、畏惧等外境为缘。造离间于恶业者，转生于险野、深谷等难于行走的地方。造恶语恶业者，转生于乱石堆积、荆棘丛生等不愿意的地方。造其余恶业者，转生于庄稼不生果、季节颠倒并不稳定的地方。以贪心恶业转生于庄稼荒芜，并且经常出现众多地势恶劣、痛苦众多之处。以害心恶业转生于经常有恐怖和众多神恼的地方。以邪见恶业之转生于缺乏财富、无有保护之、无有亲友、无依无靠的地方。那么这些都是前面的这些，相当于就是前面所造的这些业以后呢，就是我们在将我们出生的这些地方，像比如说我们是成为了人的情况下呢，也是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些环境，像比如说现在在那个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国家当中，那么哪些国家里面在哪些国家出生的那些众生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福报是什么样子，他们共同的业力是什么样子。像比如说出生在那些怎么说呢那个非常辛苦的、非常痛苦的、非常贫穷的那些地方的众生那些人类他们有共同的业力是什么样的。那么出生在非常富有的地方、非常稳定的地方非常幸福的地方的那些众生那么他们有共同的福报是什么样的，那么就是他们比较没有共同的业力是什么样子，这些都可以这样去看。适用果，适用果是适用果造任何恶业都有与日俱增、世世代代延续无边的痛苦，恶业越来越向上增长，将漂泊在无边的轮回之中。自本作人着康着